进口卵的产地标示争议佮继续炭烧，亲像茶米卵这加工卵哦，是安怎标示咧？卫生福利部部长许瑞元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，未来半冬会开始来试办辅导四大超商业者，针对茶米卵、卤卵这加工过的产品哦，要求讲嘛爱标示鸡卵的原产地，若是标示无老实，上当是当罚400万。不少人会买地叶卵做早顿，毋过过去业者大部分无标示鸡卵产地，为确保消费者低价选择环境，卫福部宣布，为9月1日开始，为期6个月，针对地叶卵、卤卵者有2型的实际转型线装卵的制品，试办鸡卵原产地标示。目前各大4大超商、8大通路拢表示愿意配合。实质转型就可以以这个加工地为它的产地，所以理论上来讲，它是可以标示为台湾蛋。小组进一步说明，产品标示字体大小长宽明比0.4公分较细，业者会用卡片、徛牌啊，或者是插牌这方式来标示。试办期间爱符合食安法的规定，若标示无实在，相当严罚400万。买任何东西只要有标示的话，我们都会觉得比较心安一点。正式上路以后，当然就是应标未标，就是罚300到300万。如果有标示不实，就400到400万。小组强调，试办期间的标示爱甲事实相符合。若实际转型无主的卵品来源有2个，比如台湾6粒、巴西4粒，都爱照比例标示台湾、巴西，了后也辅导业者将台湾甲巴西的卵分点标示，方便民众来分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